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18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本土病例搁创下新高，今日新增加85310例，中重症新增加183例，搁有41个人死亡。为了增加囡仔保护力，美国 FDA 通过核准，美国5岁至11岁囡仔会当做第3档预防针。美国南加州台湾中路教会枪击案凶手昨昏逃摆出庭，美国的检方表示，伊上当会被判死刑。节目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本土疫情。本土疫情伫今仔日搁创下新高，今仔日新增加85310例，中重症新增加183例，搁有41个人死亡。另外，嘛要提醒乡亲、提醒民众，去做 PCR 的时，这手机的号码一定爱写好斟酌、写好清楚，爱写好对，安尼验出结果的时才会通随通知。另外，自主疫情调查的系统，总共内底有写唔对、填唔对的所在，24点钟内嘛会使入去，搁修改一改。咱来听疫情指挥中心下晡上盖新的说明。那本土的病例是85310人。那境外移入46，死亡的个案41。好，我们今天新增183例的中重症的个案死亡个案总共今天新增是41例那这41例当中呢，是有40人是有慢性病史，另外有一位是今天有公布的最年轻的个案是这个在这个基隆的2岁的小朋友，本身是没有慢性病史。那这是因为这个发病染疫之后有并发这个急性脑炎跟多重器官衰竭的一个情形。我们去 PCR 采检站采检的这个民众那么我们到了社区采检站或到医疗院所的时候那我们提醒一下民众要填写这个最正确的这个手机号码。那我们也请这个社筛站跟医疗院所协助确认这个手机是正确的，因为这个跟未来你阳性之后收到简讯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在自主疫调的回报的系统填写不用急，把它核对正确来，然后发出去。万一如果真的有需要修改，于初次填报24小时内，可至原连结进行编辑一次。即阵咱本土疫情严重 ，PCR 采检的数据量嘛变真大。台北市继续设大型的体检站。台北营总到3港伫中正纪念堂设防疫急诊门诊采检站了后，台大病院即马嘛伫台大医学院的体育馆设防疫急诊门诊的采检站，今仔日已经正式启用，大家会当提供400人次的体检量能。台大医学院体育馆防疫急门诊正式启动，提供快筛阳性的民众做 PCR， 每天提供400人次的体检量。一早起也未到9点，就民众来挂防疫急门诊。快筛阳性的一个的民众，那到了我们这个防疫急门诊之后，他要先这个挂号，然后我们当然挂号的地方会跟他确定他有没有这个使用这些症状缓解药物的一个需求。那如果有的话，当然医生就会看诊，那并且给予这个自费的一个药物。165岁以上的是大人快筛阳性的，是分流到一边门诊做医用快筛。经过医术人员确定阳性就是确诊，会当评估使用辉瑞抗病毒的口服药啊。确认这个是阳性，达到所谓医病共识的话，那我们的临床医师那就会这个所以通报那这个法传系统。那当然这要考虑到病人过去用药的一些病史，那有没有一些风险的情况？那另外有没有一些药物的交互作用？那如果都可以确认，那我们想我们当场就可以给药。今天是快筛阳等同确诊，65岁以上，只要经过我们医师的诊断，就能够快速的给药，能够让他们预防不要到中重症。65岁以上的是大人快筛阳性，会当就近到医疗院所，请医生评估服用药啊。自今仔日开始实施，除了会当减少 PCR 体检的负担，也袂浪费黄金的治疗时间。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唔那是65岁以上的人需要，是全台湾民众拢需要。记者综合报道。上北疫情上热力，新北即马嘛伫汐止的行政大楼头前的广场有设加开社区的体检站，今日已经正式启用，大家会当提供600人次的体检量能。医师工会全联会即马嘛有招上百个基层诊所投入社区体检的工作，要减轻大病院的负担。
上古采检站时间就要未到，就真侪人伫咧排队。新北市这区的行政大楼头前的广场，加开上古采检站，由3军总兵负责，提供民众做 PCR。我们预计是预划2线啊，那每一线呢，一个上午一个下午都可以自行150人次，换言之，一天下来的量能是600人次。那采用的是预约制。毋但是3总协助采检，也有基层诊所的医护人力来到3工，因为真侪人要做 PCR 采检。医师工会全联会请800支到上百位基层的同仁，加入新北各地社区采检站，加病采检的工作，来消透病已经正安的医疗量能。我们相信现在的医院都很紧绷了啦，如果病人再多，是不是会很难撑？这个我们总是不要让它发生嘛。同仁之间有时候自己稍微有点症状，他或许顾及到其他同仁的上班的辛苦、民众的照顾，有时候真的是还是忍着病痛在上班。因为新冠疫情，前线医疗能力正安，要安降低中重症加死亡率是正大的考验。有专家就讲，要适法调整轻症加无症状医疗量能的分配。如果今天这个疾病可以流感化，我们不再会用第5类依据第1类的传染病的精神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那我们的医疗人员才能够很快的恢复到我们的正常的医疗能量。陈秀熙建议，采检作业就要自医疗机构慢慢转移到民众家己，用精准的快筛和个人自我监测的能力，和医护加人力用在咧中重症和医疗量能回归正常。记者综合报道。但国内本土病例数今仔日已经超过85000例。台北市议员郑小平是即期讲，疫情指挥中心公布5月份前2礼拜双北的确诊死亡人数有166例。严格伊讲，伊调查发现，迄阵双北胃病死亡去火化的有347例，伊是即期中央看白。指挥官陈时中今日表示，伊会去了解议员讲的这项代志为虾米安尼生，伊嘛强调讲，中央的数字拢是公开透明。在本土疫情上严重的双北和市议员这期恐惊还有死亡个案的乌数。议员表示，根据指挥中心公布，5月7日到10日全台检疫死亡个案当中，台北52例，新北714例。对比议员调查同期间火化染疫死亡者，双北总共347例，有落差。他们是隐匿死亡数字。这跟校正回归不一样。这第一个，第二个，刚刚卫生局技政我说明一下，台北市或许有少一点点其他县市的这个遗体，可是比例不会差到2、3倍。不管它的死因是什么，就只要他的死亡证明书上面他有写说他是有新冠肺炎啦，或者是 PCR 阳性的亡者，这个我们都会算到。东市殡葬管理处指出，若是死者资料有注记的新冠肺炎，就会直接统计。不过死因无一定是新冠肺炎，可能安尼甲卫生单位公布确诊数量无同。不过台北市联合病院医师警告，以目前疫情严重状况，加上唔是所有确诊者拢引起PCR，有乌数无意外。这我想隐瞒这个东西都没有必要了哈。这几年我们的数字一向都是公开的哈。指挥中心表示，各项统计数据拢是透明的，对议员提出的资料会去了解。以台湾一天生活圈来讲，全国拢会有同款的染疫状况，因有机刷去中南部疫情也继续摊开。对医界建议，用这药啊应该爱搁买。但市长回应，目前已经买全人口的3.5%，无算少。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关心，即阵本土疫情已经稳稳烧对中南部去啊，高雄、台中，即马逐天的确定病例嘛拢超过4000例。为着要确保确诊者会当有通治疗、有药通食，嘛未增加大病院的负担。高雄即马要启动基层诊所照护方案。啊，若伫台中，即马有8间病院有设亲子免落车 PCR 的采检站，会当直接采检，互医生看，而且会当摕药啊。医师徛伫咧门口问诊，若是民众有相关的症状，就随快筛。高雄18启动基层诊所照护方案整合做一站的服务，65岁以上的老大人、居家隔离、居家检疫，也是自主防疫期间快筛阳性的民众，会当直接伫有抗病毒药物的合约院所看诊。若是符合条件，就当开药单，摕到药啊，量早开始治疗，有方便性动症。除了3类人或65岁以上的长者，他快筛阳我们直接看确诊，我们就。当然，他就是阳性个案，我们就是在外面问诊，他
评估说他不符合给予看病的要求。除了抗病毒药物的签约院所以外，高雄目前有500间基层诊所加入整合做一站的居家照护方案。一般民众若是看病时阵确诊，嘛会当直接伫咧诊所治疗，领药啊，唔免搁再走大病院。检验的这个密度强度也比较高不管是快筛或 PCR， 我们的量能都充足，检验的频率也比较高，所以我们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会逐步的上升。中南部疫情渐渐咧压悬，高雄甲台中这几天的确诊数拢超过4000例。台中嘛伫咧中国医学大学等等的8大病院开设户外独立路线，互确诊的囡仔甲家属来验 PCR、看诊甲摕药啊。18透早就真侪人来排队。90%都是在3天之内症状自己化就会慢慢缓解，所以只有10%有可能会有症状。所以我很希望各位家长都能有一个好的家庭医师，好好来跟他们做一个询问。确诊的囡仔直直咧增加，互家长是真烦恼。不过医师呼吁家长，若是囡仔确诊，会当先甲家庭的医师联络，避免直接就甲囡仔带到大病院，保留医疗院所的资源。记者综合报道。疫情严重，诈骗内容嘛有对着卡步。台中的警方就接到民众报案，讲伫网络顶悬有人在卖新型冠状病毒的口服药，而且嘛有在卖比市面上还佫较俗的快筛试剂。有人是纳钱了后，拢无收到货，才知影互骗去。看到广告写讲新冠口服特效药挂要就市有89%机会治会好，佮通降低住院甲死亡率，限量1万盒，佮免运费。民众落地大了，煞是收到踢废纸的空盒仔。另外，佮面册卖快筛广告，讲一盒5支卖450，民众掠做趁着好康，结果是收到2个水管啊。翻头要去看业者的广告已经找无，疫情大滚价，诈骗的手段直变化。台中的警方最近就陆续接到民众检举，民众检举有不肖的诈骗集团，透过一页式的广告贩卖新冠肺炎的特效药，那连接到假网站，诱骗民众来购买。那民众事后却收到一纸塞满废纸的一个空盒子。台中市府表示，卖物件若甲网络顶标示无同，除了涉嫌刑法的诈欺罪，另外药品甲医疗器材嘛袂使凊彩放去网络卖。若无会照医疗器材管理法，上当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连带1000万以下罚金。若佫无摕到医疗器材业者资格者，通佫加罚3万至100万。在购买医疗器材时，一定要看清楚产品外包装是否载明医疗器材许可证字号及品名等中文标示，并在使用时详阅产品说明书。警提醒，这种网络顶雄雄跳一下出来诈骗广告，通常干有留电子批甲通讯软体号码，无留公司的住址甲电话，价钱嘛袂甲比市场价真济。网络说明甲插图拢画甲真凊彩，品质真粗，画佫用简体字。万一若收到甲标示无同的产品，应当紧甲送回业者反映，而且紧卡配上带顶悬的寄出电话，紧办理退货。记者综合报道。另外，疫情严重，即马嘛有出现防疫保单的争议。若保险业务员是受到风台买，因讲因最近的压力拢真大。今日有保险员伫立委陪同之下，做伙开记者会，因调要维护人客的权益，伊嘛要求金管会爱监督保险公司来解决争议。针对防疫保单的争议，即马有3项公司通知保护，若防疫保单1张以上的拢退件，引起保护的不满，向保险业务员抗议。面对这种争议，也互保险业务员压力真大。保险业务联合总工会17发表声明，谴责业者高价协保，破坏保险业的诚信，如果叫业务员爱承担风险，表示支持保护，不准业者恶意背弃保护的立场。18日立法委员陪同下开记者会。我们希望在理赔的程序上面，能够金管会能够拿出魄力，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业务的部分里面看到的是2个工会没有出现，保险公司同业工会还有产险公司同业工会的上层人都没有来面对。所以我们这次除了有加强去要求说，招揽人员在卖的时候就是要跟客户讲清楚。那再就是说，要启动这个费率调整机制之前，要去通知客户。
保险业务员要求金管会爱找保险公司沟通解决争议。金管会是针对3月底所修订的保险商品销售准则，互人批评是放任保险公司的风险精算义务，开后门，互因包行未输，做出解释。这个防疫保单之乱，真的是非常的乱。那这个可能保单不知道跟你卫福部有没有什么关系？有什么证明该开的，这我们不会少。好，那第3个呼吁民众就是说，因为这请领期、请求权都有2年，所以我来当保证是讲相关的证明绝对不会少。因为指挥中心宣布加3+4双北证制0+7，也传出讲保险业者要求要检查小黄卡，有做3支的就无理赔。佮加上居家隔离单分送正混乱，引起民怨。对此，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特别强调。保单的权益是根据合约来行，爱安怎做就安怎做，应该为证明卫生单位一定会开。记者综合报道。本土疫情持续滚加，这是影响餐厅店头的生意。经济部即马有推出餐饮业行销补助，伫6月15之前，业者通申请行销的补助，上侪会当申请5成。也毋过，真侪小食店拢讲这是看有食无，无啥路用。立委是呼吁经济部乃袂直接补助较贵去。疫情持续伫滚加，伫店面食饭的民众是减真济，严重影响餐饮业的生意。经济部为了减少做食业者受到疫情的冲击，宣布开办餐饮业行销补助。做食业者伫6月15之前，若是提出优惠促销，或者是行销广告，就会当补助5成。有开发票的店头，上侪会当补助10万块；若要开统一发票的是2万块。不过有部分小食店认为讲，申请的流程真复杂，所以意愿并无悬。要什么方案我们也不知道啊，对啊，我们也不会写啊，对啊。哎呀，我觉得我是不会去申请的。直接补贴也许会好一点，因为我们都有营业登记，都有商灯，那为什么还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很复杂，所以我们年纪大不想麻烦了。民进党立委早起举行记者会，替小食店发声。因认为讲经济部推出的餐饮业行销补助，看落敢若袂歹，不过这欠缺行销资源的细间店头，恐惊是看有食无。呼吁经济部直接发现金补贴，较直直直路。你如果是小吃店，你会花4万去行销吗？然后跟经济部申请2万元吗？这真的是很困难，你可能看不得到吃不到。我们希望第一个钱要花在刀口上，第二个要让如何有需要的人拿到这个经济部实质的补助。针对这点，经济部回应讲，这届推出的补助是希望会当振兴，还有协助做食的店头会当转型。用行销补助的这个方式，我们是希望协助餐饮业者，他能够就是说在这个疫情，就是在跟疫情共存的这个情况之下，面对这样的一个冲击就是维持它一定的客流量。经济部表示，去年经济部提出纾困方案，确实是救急的补助政策。今年疫情甲去年无同款，即马是要甲病毒共存。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美国南加州台湾中路交会发生枪击案，凶手甲伤者拢是台湾人。凶手是对台湾移民去美国的周文伟，伊17透过视讯逃跑出庭。那美国检方是表示，周文伟会互依照谋杀罪等10项罪名起诉，上当会互判死刑。台湾移民周文伟15日前攻击美国南加州二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造成大家人数14个伤的悲剧，目前被关伫咧局军的中央监狱。17，伊伫咧视讯时阵第一遍出庭，要求延后提审。那周先生，您是否明白并且同意把今天的提讯延到6月10号？同意。Agree。法官同意6月70才传讯周文伟。局军的检察官讲，周文伟将会被依照谋杀未遂，抑个持有暴力物等10项罪名被起诉。检察官讲，相当会被判到死刑。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18为营养对抗嫌犯全不幸死亡的陈代志医生默哀，也强烈谴责暴力，讲受训无法度促成彼此理解。台湾教授协会是讲，合统会已经被美国看作是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应该禁止合统会的人入境台湾。那在美国，这个合统会已经被认为是代理人团体，但是在台湾，他们像这样子类似的团体却躲在我们的自由民主的背后，然后持续着
持续影响我们，甚至影响我们的国家安全。外交部以后要禁止中国统一和平促进会的成员入境，外交部侨委会应该要清查在外单位是不是对这些统促团体有补助。台湾国术协会讲，国安单位将要查清楚台湾统派甲中国的统战部是毋是有关系。行政机、立法机应该就外国代理人危害台湾立法协助。对此，立委强调，将会研究修法，针对受分罪加重处罚，将法制面做较完善。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放下美国对咱台湾的军事计划有改变、有变化，美台商会真关心，有发公文去了解。咱的国防部即马就回应讲，伫国防这部分，咱会自主优先，若国军采买武器未受军火商影响。美国国务院政军局进前甲美台商会台湾美国商会会员示信，说明拜登政府调整对台军事政策，透露无国支持。无对秦作战定期之外对台军事计划引起商会烦恼，致函美国国务院认为，大意聚焦无对秦作战的台湾安全构想，不止无加速提升台湾的协作能力，反倒倒来会互政策被误解，严重拖延整体军事过程。都是依据敌情威胁以及联合战力规划的指导，并且以国防自主为优先。那么无法自治或者是需要快速提升战力的项目，才会采取对外采购的方式筹获，作业也不会受到个别军火商的影响。国防部强调，台美双方自2001年针对防卫作战需求，共同完成无对称作战原则的定义，是指作战形态甲方式，毋是个别武装装备选项。对评估或者是参详当中的军购案，秉持低调保密原则处理。专家认为，美国评估过台湾国防预算结果，所以才主张台湾现阶段应该优先买弹药之类的武器。不对称兵力跟传统的兵力，它并不是0跟1的关系。现阶段之下，我们的国防预算是比较偏低的，所以优先考量这个威胁导向的话，不对称兵力有它的优先性。这是反舰飞弹、防空飞弹。苏志芬指出，台湾当然有家己的国防需求立场，比如军舰老旧有太外需求，也有买新式的战机等等。不过，台湾常常以编列特别预算处理军购案，就算有钱买到载台，却拄到无钱维修的难题。呼吁政府应该思考提高国防预算，佮按照战略定出优先顺序，继续甲美国沟通，达成共赢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伫昨昏是批准美国5岁至11岁囡仔，即马会当做第3档儿童辉瑞 BNT 的加强剂来增加保护力。另外，即马伫全世界各地嘛陆续拢传出有囡仔去治疗肝炎，也毋过原因毋知影。有专家研究了后，即马发现讲可能甲新型冠状病毒有关系。在美国政策继续推动之下，希望符合组加强预防性人应赶紧去做。美国疾管中心决定授权辉瑞 BNT 加强剂，应用在5岁到11岁囡仔身上。不过，即马也无清楚有偌济家长会予囡仔去做。美国5到11岁囡仔有18.8%做完2剂，这年岁也是所有族群当中注射率上低。目前全美国已经1.230万人做完第3剂。根据辉瑞资料，67个5到11岁囡仔做完对预防性1个月了后，抗体水准升悬，无出现安全问题。溃城儿童病院小儿感染专家保罗·奥菲特表示，这族群的囡仔做加强预防剂，对整体疫情影响无大。就算证据显示做第3剂，差不多3到6个月未得到轻症。最近全球真侪所在出现囡仔心鼻肝炎。根据美国一个医学期刊，14定出一个无经过审查的研究报告指出，新冠病毒可能是囡仔心鼻肝炎凶手，佫发现感染新冠病毒囡仔肝功能无正常风险明显增加。大部分得到急性肝炎的囡仔进前无通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是感染未攻击肝脏的41型腺病毒。不过其实这年岁囡仔得到急性肝炎是真罕见。另外一篇发表伫世界真肠胃甲肝病学的文章讲到，因为囡仔年岁上过细汉，无做过疫苗，就算感染，也是因为无症状无被发现。若是安尼，科学家推论，伫囡
仔肠胃道当中残留的新冠病毒，可能和免疫系统对41型腺病毒过度反应，产生大量的发炎的蛋白质，最后造成肝脏受损。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来看第75届法国感谢影展17开幕，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有出现伫开幕典礼，伊受全场拍扑啊欢迎。泽伦斯基还未做总统之前，伊是一个笑话剧的演员。伊表示，伊希望当代的电影人会当站出来反对独裁。Bonsoir à tous et bienvenue au 75e Festival de Cannes。第75届感谢影展17号盛大开幕，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主持人的介绍下，透过实况卫星连线出现伫咧大型幕顶，受到现场来宾的扑啊声欢迎。泽伦斯基以电影甲战争为主题发表演讲，也就此宣扬反战甲和平的理念。Здавалося, що всі вже зрозуміли, що підкорювати людей можна прекрасно, збираючи їх біля екранів, а не потворним, збираючи їх у бомбосховища. 这是泽伦斯基伫咧今年4月初3出现伫咧格莱美颁奖典礼了，再一遍以神秘嘉宾的身份出现伫咧大型典礼。泽伦斯基以灭片时代喜剧王卓别林当年以表演的方式考试希特勒为例，希望当代电影人也让站出来对抗独裁者。У 1940-му прозвучати з усіх екранів вільного світу потрібен новий Чаплін, який доведе і зараз, що кінематограф перестав бути німим. 因那乌克兰的战争方面，南部的马利坡耶稣更地场，也搁伫咧对抗俄军进攻所存的260多位士兵。17坐7台巴士，伫撤离到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由俄军控制的城镇乌连尼夫卡当地加压，也结束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上猛烈的围攻。透过外国电视台的画面，特赛士兵有真侪受重伤，倒伫咧大架顶头，其中也有真侪女性的士兵。虽然俄国总统普京亲自挂保证，讲这款士兵会以国际标准对待，不过乌克兰希望会当透过交换战俘，将这款士兵换回来。不过俄国的国会议长讲，这款士兵是战犯，必须接受调查、审判并且处决。目前俄乌战争的祸谈规拢停来，所以这款士兵会受到什么对待也唔知。公视新闻金婉庆编辑。继续来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真久无公开参加活动。那昨昏，伊是出现伫伦敦帕丁顿车站，顺势用伊的名号名特别通车的伦敦上新的地铁路线。穿黄色的外套，女王笑眯眯，伊手举拐仔坐电梯到月台，边仔阁有伊的细汉后生爱德华王子。女王因为健康的问题，已经真久无公开参加活动哈，伊出现是互现场的民众拢感觉真欢喜。这条名号做伊丽莎白路线的地铁，自本是2008年特别开放，不过一直拖到即马才通车。按算后礼拜5月24就当部分开放，互民众去坐车。镜头来去斯里兰卡，斯里兰卡的石油即马已经用到大底啊，首都科伦坡的加油站已经无油通卖。政府嘛无钱，只好赶紧印纸票来发公务员的薪水。17伫首都科伦坡的加油站，最后也是挂无油的告示，有人挂空桶啊，要来加油也是等无。In this petrol station you go, there is no fuel, unable to get the fuel. So how can you run a vehicle? And we are getting the news that it won't be arriving today, and for another 3 days it won't be available. 新上任的总理威克瑞米辛克10日宣布全国油只剩1天的量。ඒ රාජ්‍ය සේවකයන්ගේ මේ මාසයේ වැටුප් ගෙවීම සඳහා ඔබට අවශ්‍ය අත්‍යවශ්‍ය භාණ්ඩ හා සේවා වෙනුවෙන් වැය කිරීම සඳහායි. කෙසේ වුවත් ඉදිරි මාස කීපය ඔබට මට ජීවිතයේ දුෂ්කරම කාල පරිච්ඡේදය ගත කරන්නට සිදු වේවි. භයානක වුවත් අප්‍රසන්න වුවත් මේකයි ඇත්ත තත්ත්වය.印度10国才提供斯里兰卡40万吨汽油，不过油源无够用，国内油品也严重欠缺14种基本油物用料。威克瑞米辛克表示，政府欠油商的钱已经4个月无还，也无力负担基本货物进口钱。3只邮轮伫科伦坡附近等待付钱，因为将款者拉下帕克萨兄弟错误政策新冠病毒疫情，油价起价这问题，叫做1948年到了以来上严重经济
制规矩，百姓也因为民生问题挡袂入去，真侪摆爆发是非。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来关心中东的国家伊拉克最近因为沙尘暴空气真害，首都巴格达因为风飞影野土粉高零件都伤低，即马国际机场拢已经关起来啊。公家机关、学校嘛已经停班停课，那病院是出现侪黑骨喘的患者。沙尘暴礼拜一过来，巴格达市区限制一片的感觉色，车爱开车顶才用驶，交通警察也爱挂喙安才用艰难执行任务。最近伊拉克每礼拜拢有沙尘暴，当地居民表示，这是因有生以来拄到上严重情形。والله هاي العواصف صار تقريبا شهر كل 3 أيام 4 ونفس الحالة تروح وترجع بسبب تغيير المناخ لا توجد أمطار。沙尘暴不止予能见度降低，同时严重危害空气品质。巴格达公家机关甲学校被迫停班停课一天，国际班机也暂时停飞。病院有不少人身体无爽快，有的人都爱用上诉才能喘气。بس هي تأثر على المواطن هذا العدتين عنده ربو خطية المستشفيات يراجعونها مختنقين。伫巴格达平常时闹热大卖市场，有的店家依然照常做生意，毋过沙尘暴将店面用甲拢涂山，水果爱一粒一粒提起来吃。工作比平常时较辛苦，无要紧，上惊就是无人去进门。هسه بس يصير ترام بعد ما حد يجي ما حد يجي يعني تأذينا حيل يعني هسه شوف العالم سوق فارغ。伫美国的阿拉巴马州，伫佛罗伦斯的公园，拜日下晡向阳发生沙的加烈风，有一群囡仔咧拍球，看到这个景象，轮流伫沙的加烈风当中冲来冲去，边个大人提醒爱将目睭揢起来才袂受伤。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沙的加烈风大部分发生伫沙漠地区，毋过也可能出现伫森林地带。公司新闻张惠敏报道。来看好消息，这是伫法国诺曼底举办2022年世界中学生运动会，咱台湾队继续提牌吊顶。大甲高中3年的学生林仲伟，伊伫男子400公尺下栏摕到金牌。中华高中1年的赖允玲，嘛伫女子400公尺下栏摕到铜牌。另外伫女子篮球的这部分，咱嘛已经拍入前4强。女子3对3的篮球，咱以小组的第一拍入前8强，昨暗阁对乌干达继续赢，已经连续赢3场，即马拍入前4强。那伫电竞这部分的比赛，咱的选手林仲伟伫男子400公尺下栏摕到金牌，赖允玲是伫女子400公尺的下栏摕到铜牌。跆拳道这部分嘛有好成绩，是后边高中洪俊义伫男子73公斤级摕到金牌。来关心总统蔡英文有提名将亲民党的立委李鸿钧去做监察院的副院长。立法院伫下午举行人事审查，李鸿钧除了讲伊会退出政党的活动，伊嘛表明4大原则，强调伊的中立。过去我是专职专业的立法委员，未来我期许也承诺自己是称职的监察委员，我已经准备好了。退出政党，话讲会超越党派，公正中立，追求公义，无问私立监察院副院长被提名人李鸿钧接受立法院各党团代表的审查提问，其中上届互关注的就是监察院2届单休，过去经办曲棍球协会诈领补助款案件的检察官陈良祥，李鸿钧无直接对这个案件表达意见，不过嘛讲到监察委员办案应该要中立。这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过我还是在重申的，就是说，就是保持中立，保持还有超然的立场，而且要遵守监察法、监察执行法细则，还有包括自律规则。李鸿钧嘛讲，无反对废除监察院，不过应该考虑相关的配套。伊嘛认为讲民意支持废除监察院，除了无了解监察院伫做啥物代志，监委的作为嘛是关键。监察院究竟为什么会让社会大众觉得他必须要废掉？那当然不外乎觉得监察委员他在办案没有他的独立性，没有他的中立性。嘛有立委关心讲，李鸿钧对废除死刑或者是同婚家庭领养等等人权议题的看法。同婚家庭收养，有时候支持，有时候不支持，人家不知道你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嘛？你在未来在监察院，你在人权上面更不能有自己的明显的立场。5届立委的资历拢总18年。有家庭背景的李鸿钧有真高拿样的色彩，这嘛是伊得到总统蔡英文提名的原因之一。
希望会当互监察院政治的光谱会当更较平衡，嘛有政党和解的意味。立法院专员委员会18完成审查了后，24早起会举行议会行使人事权投票。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伫台南满岛的台湾首府大学，风声讲经营困难，决定要停办。800外学生爱转学，这几天学校是有甲老师甲学生开座谈会，验过事后工会即马是批评讲，学校抑阁有资金通经营，办学校毋是咧开餐厅，哪会使讲关门就关门？行到台湾首府大学的校园内底，气氛甲以往拢无同。校方18早起召开教职员工安置规划说明会，因为目前包含本届毕业生总共811位学生，是伫咧17就已经召开说明会。学生表示，学校确实是要停办。会上大概就讲说，学校要决定停办，然后延伸的其他问题，他们就是我感觉他们一直在回避问题，然后或是说就是讲一些模棱两可，然后不确定的答案。如果说找不到对应的科系的话，可能就要有重读的可能性。停办的话，不太开心。如果是停招的话，我们是还可以接受。可是他们一定要给我们答复，学校就是要等，学生就是要等答案。有部分学生是真不满，17个说明会嘛听无了就离开，就是因为校方到目前为止对学生要安怎安置拢无明确的讲法。事实上，台湾首府大学顶个月就传出要停止招生的消息，想袂到17去互事后工会压空，确实是要停止招生，互全校的师生拢惊一条。我这么重要停办停招的说明会可以突然召开呢？程序上就不可以啊！我只是来当老师，不是来当收气包的。能不能承诺同学？把会议的白纸黑字写出来，公布。办学不能像是开餐厅了哈，不能说关就关嘛哈，应该要妥善的循序渐进的安排，学生的出路哈，那都安排好了才可以去申请停办。事后工会理事长尤英辉认为，台湾首府大学无予教育部列入去专案辅导学校，嘛抑阁有资金甲办学的实力。若是不得已一定爱停办，嘛应该互这寡学生毕业了后再过来申请停办。针对这件代志，校方早起以开会做理由无回应。因为教育部是讲也未收到停办的计划，未来会注重教职员工甲学生的权益来审理。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全国各中各小的代理老师，目前人数大约有24000多人。因的工会甲正式的老师拢同款，做平济，验过权益是差真济。全教总甲立委今仔日开记者会，因认为教育部补助地方的经费，有的县市拢无用伫人数，要求爱检讨，嘛应该爱增加编制甲名额来补老师的亏。高中国校啊，代理教师的工课无稳定，大部分拢无完整的12个月聘期甲薪水，教师法甲劳基法拢无适用，权益长期受损长。10年来，代理教师无减少颠倒增加，国校啊8300外人增加到16000外人，高中5800外人增加到7000人。全国的代理教师有14%，早就超过8%的合理名额的规定。那其实教育部给的钱都是足够他聘12个月，那对这些县市政府来讲的话，他省下的钱居然有5个县市政府被我追出来说，他没有流用到教育经费。立委范云表示，地方无照规定办，教育部煞也无扣因补助款。那全高总表示，教育部逐年通过补助地方的方式来执行，却颠倒无实际保障教师的工作权。其实只要伫下半年正式提升教师名额编制准则，就会当解决。在里面去明定即可，不用再转一手，然后造成很多的困扰。保障代理教师的基本权益，各界已经讲很久了，现在做也只是迟到的正义。全国总强调讲，教育部为1804年开始实施合理名额的编制，甲法定名额无够来应付的课程，全部拢请代理教师，几若冬来拢安尼。嘛代表讲这是长期固定的需求，是安怎要规期转做正式的课？全高总按算下晡要去监察院订正，请监委调查，是安怎有的县市无法度甲代理教师请满12个月。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消息，镜头来花莲大开花莲新天东乐园，伫年初时有发生经营权的争议，关2个外月啊，即马新的经营团队宣布5月底因伫要重新开幕。也毋过有一寡离职的员工是对外表示，劳资争议甲搭拢还未解决，因是要求县府爱出面主持公道。
已经是花莲上头一个观光景点之一的大开新天堂乐园，即马即村连锁咖啡店咧做生意。附近人听讲5月25，大开要重新开幕，反应拢正无同。就对我们花莲人来讲，还算蛮新颖的，但是价位上可能对我们一般平民百姓，可能就会觉得稍微有点高一点。伊一员工私下透露，自从3月7日公司无有警休困了后，大家只看到经营市场，根本无人注意无薪水家庭生活要安怎。到即马露出问题，拢还未解决。原本我们有一个劳资协议，但是资方都没有任何人出面，那员工这边就都很不知所措，就公司也没有任何人来对员工做一个说明。花莲社会处表示，大开新天堂乐园的劳资争议调解申请案有4案处，差不多100位员工，目前分做主管离职甲非主管离职2大队。那有人是要回去上班，有人是不要回去上班，有的是资方认为你已经跟我终止劳动契约了，他恢复营运是一回事，为了符合那个劳基法第14条的相关规定。那要求资方呢要来履行资方的责任。大开公司公关表示，目前今年回应相关园区开幕消息，劳资争议问题已经转达给高层，现阶段无法度马上有回应。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将奶子的面积大约80公顷，3月底是因为落大水后影响收成。经过农业相关单位会勘，证实灾情真严重。农委会已经公告天然灾害的现金救助，即马10公顷会当补助9万块。已经结果的奶子数量无多，为底云林奶子的种植面积大约80公顷，集中在斗六市高坑乡。但今年3月下旬连续落雨，拄好碰上奶子果树的开花期。因此造成受护无安全，现在出现严重性的灾损。这来水无也有啦，天所在也有啦。那安尼你甲落雨雨，落一暝安尼半暝安尼，差8点外，8点半也有啦。哎，落一阵雨安尼，透来看，讲我来真正有落啊土开转。那可能是3月份那时候有下雨，导致它开发授粉的时候，不好，所以说可能导致后续结果不良，所以可能单一株里面可能会有多个果，它现在可能看起来它的果实结的比较不好。文管府农业处表示，经过农粮署大人改农场人员现勘后，农委会第16号公告，云林县内只是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的区域，如果县内园区内只受损达到20%以上，拢会等到在地公所来申报。水分如果是越多越足的话，那因为它的根部的生长系数会比较强，那它就有比较可能会开花不结果。所以我大概就是说，其实在总结来讲，其实是今年的话，大概都是属于这个降雨的那个成分会比较多。农处表示，经农委会公告，为今日开始到5月26号期间，开放受损灾害农民申报，至乃至天然灾害现金救助每公顷9万块，希望至少当弥补农民灾损，减少辛苦灾情的经济损失。记者为你报道。桃园的检警抓到有厂商经营整地名机非法带垃圾的废土超过5万吨，若不法的所得是赚4亿5千万。检方即马已经起诉，嘛申请没收不法所得。现场怪手一直伫咧挖，桃园新湖区后湖小段几落地土地，和不法业者假借着要整地、盗采山椒，搁再非法等5万多吨无机性废土，未成废土的处理费。估计不法的所得4亿5千多万。于日前侦查终结，将产源端、非法处理端、中介端等数名被告依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第46、47、48条等罪嫌提起公诉。专案侦查终结，桃园地检署甲4条的顶9位被告，依照废弃物清理法提起公诉，会当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会当并科代票1500万以下罚金。检察官为剥夺被告等人的犯罪所得，已向法院申请扣押被告等人名下44笔不动产，并请法院依法追征及没收不法犯罪所得。土地地主未经主管机关许可，擅自任意租土地与他人堆置废弃物，这一部分也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第3款的规定。环保局讲，查缉迄天有查到3台抑搁伫咧作业的怪手，加3台沙石仔车，将以行政法来动罚。追究业者并向环保专职人员无告知责任，无领到属扣的行政责任，抑搁每个月申报不实等行政责任。
相当会当依法处300万以下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电子烟危害防治自治条例8月份要开始实施，即马是规定学校、博物馆、电影院、大众运输拢禁止食薰，嘛袂使播电子烟。若伫便利超商的门骹口、咖啡店，抑有灯仔卡嘛拢共款。有咧食薰的人，即马是认为讲因伫咧无所在通播薰啊，希望政府嘛爱有配套，加设一寡会当食薰的食薰区。便利商店头前打广告，讲以后门口不准食薰。宜兰县政府依照《烟害防治法》甲宜兰县电子烟危害防治自治条例，公告自8月7日开始，除了学校、博物馆、电影院甲大众运输系统等所在禁止食薰甲电子烟，即马便利商店甲咖啡店的灯仔卡行路也不准食薰，电子烟嘛袂使。针对我们连锁的便利商店跟咖啡厅的一个骑楼跟地廊，来公告全面禁止吸烟的场所，包括电子烟。真侪民众赞成，讲安尼时就较袂输着二手薰，超商甲咖啡店内面也较袂闻到薰味。抑过有食薰的人讲，因无反对禁止，抑过即马食薰的所在愈来愈少，应该要有配套规划一寡食薰的所在。因为你在骑楼下可能会飘到楼上的住户去啊，或是飘进店里面啊。就是 7 还是全家的 7旁边最旁边那边设一个吸烟区啊。宜兰县统计，108年县内国中生食电子烟的比例3%，比全国平均的2.5%较悬；高中生的比例10.3%，也悬过全国平均的5.6%。所以，县府定电子烟危害防治自治条例，伫去年1月开始实施，要减少青少年食电子烟的情形。县府讲，也是希望民众戒烟。公部门有提供2台戒烟的服务，若是有需要，会当联络乡镇市的卫生所。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政府已经宣示2050年咱要达到净零排碳的目标，嘛要开始收碳费。抑毋过一寡企业即马是烦恼成本会增加。大公司花式是强调讲，永续是企业爱行的路。若钢筋伊嘛讲，咱台湾是全世界电脑科技重要的供应商，减碳一定爱做。已经有136个国家涵盖全球8%排碳量，宣誓2050要达成净零排放。工商协进会下早举行线上论坛，华硕董事长施崇棠受邀请演讲，伊强调这一定是企业袂当回避的重要准则，必须要做系统性改变。像瑞典钢铁厂 SSAB 推动无化石燃料制定的绿色钢铁，苹果使用低碳阿鲁米材料制造笔电。华硕嘛无输人提出净零环境甲路径，承诺台湾营运在2030年，全球在2035年达成100% 使用再生能源，促进产业与环境共荣发展。工研院指出，欧盟已经率先提出2030年减碳达到55%，嘛为2026年开征碳关税。目前估算，若碳费以达到1500块计算，国内龙头产业恐惊减少3到5成的利润。但台湾无法度回避，因为全球已经有283间大企业，包括苹果、微软、甲 Nike 等国际大厂，要求伊的供应链要实现减排或者是净零。供应链品牌要求我们要减碳，那这部分呢，当然它不是等到2030来减，我知道大部分公司每年都有5%、10%、15% 的减碳的目标，所以这是不断的考题。工研院表示，日本已经提出2050产业绿色成长策略，要投入2条日票支持绿能科技发展。英国嘛推出绿色工业革命10项计划，希望创造25万个就业机会。工研院是看好台湾推展再生能源技术，包括开发高效率的太阳电池等等。嘛强调，若无科技研发创新，定行旧路，恐惊真歹具体来减碳。记者们王庆中台北报道。屏东县的民政局中正鼓励学生囡仔参加科学展览，嘛投入真侪资源，鼓励学生自由做研究。互因伫今年屏东县的科学展览，计共摕到24个奖项，嘛连续摕到第13届的团体总冠军。然后呢，你要想办法用骑士的走路方法来把它交换位置。那交换位置呢，就是要想办法，就是比较烧脑的地方。详细讲解研究的成果，讲甲真有班。这阵囡仔是屏东民政局中的学生，
表现在打趣味的研究项目，说明也真有理路，互因参加今年屏东县的科学展览，摕到上好的成绩。我们上次探讨雌激对面包虫的影响。我们这次想要探讨的是雌激大小对面包虫的影响，看会有什么差异。有时候6日，还有时候社团课，有时候下课时间、午休时间，反正学生就要自己找出时间，只要他有空的时间，老师都在办公室等着他。林政局长鼓励学生参加课展，只要有兴趣，就当自由来投入研究。老师也尽力来协助指导。这届民政局长摕到数学科、化学科、生物科甲生活应用科学4项第1名。布袋它的保冰还有保温的效果，超越了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保冰还有保温的制品，还有防撞的实验中。布袋的防撞的效果超越了塑胶泡泡。民政局长这届参加科展，总共摕到24个奖项，也摕到连续第13摆的团体总冠军。若是正做这寡学生的骄傲，也是以后继续打拼学习研究的动力。记者综合报道。酸甜啊，酸甜，这是白莲雾的滋味。白莲雾是台南新市的特产，不过今年因为温度起起落落，造成白莲雾开花结籽是比往年减2成。嘛，地书呼吁白莲雾这条路真好行。一个花毋过无偌久，就会开花结果。这是台南新市的特产白莲雾。白莲雾是台湾的原生种，食起来酸甜啊酸甜，阁有微微啊芳气。毋过，今年受天气的影响，白莲雾开花数量比往年阁减2成，地区产量可能会较少。天灾的影响啦，吼，你比如讲山野研究嘛是拢总无开出来嘛，啊，莲雾有哪有影响？老人今年可能歹开啊，阮顾这吼拢还有开，有开减开了，伫个2成至3成。种白莲雾10几冬的地名同讲，古早时代大家拢会伫门口埕种白莲雾，毋过因为都市开发，真侪人为着起厝，都甲白莲雾树扑掉，产量就愈来愈少。因为白莲雾定着虫，种作较复杂，开花了后，经过2-3个月才会生甲大粒阁好食。这培育白莲雾的过程是真辛苦。开花出来，甲要包的，甲会当包开当时，将近头要到2个月，要搁采收就爱留伫个3个月。咱花抹出来，甲要采收到3个月以上就对啦。毋管透风落雨，也是日头赤炎炎，地民众拢坚持爱甲品质上好的白莲雾种出来，为着就是要保存这个古早味，甲台南新市的传统产业继续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心息来看2009年的时，英国的冒险团队因伫越南发现一个230万年前所形成的山水洞，有10公里长，200公尺深，即马已经封立做金氏世界纪录，即马是全世界上大的洞穴。英国山洞研究协会主席林伯特2009年带一支探险队，得到当地专门咧找定向木的人。伫咧凤阳高邦国家公园这片热带丛林内面，发现大山洞，自入口向内面行，石头顶也阁发真侪实物。不过，各向内面行是变做敢若人间仙境共款奇妙的景色。The reason why the cave is so big and the caves are so big in Quang Binh is the quality of the limestone. It's still getting bigger. Every year it will be growing slightly bigger. 经过测量了，这个山水洞长有到10公里，上深的所在悬有200公尺悬，是金氏世界纪录认证的全世界上大的山洞。2019年，林伯特国带藏水小组入去地洞的水道内面，发现有通到另外一个地洞系统，表示这个山水洞是深甲唔在底，实际大小可能比即马所知影的搁较深、搁较宽。2013年，当局批准山水洞有限度开放观光，一年限制1000位游客。4天的山洞探险，规套行程要$3000。除了观光价值以外，总体值3850万立方公尺的活动，会当提供资料，和研究人员有照河quy下流地区的大水。Và như chúng ta nhận định ở trên đường thì cái vị trí mà ở phía dưới của con suối so với cái mực nước lũ có thể lên đến từ 15 đến 20 mét so với cái mực mà nước của điều kiện bình thường, và chính cái đó là nó thể hiện ra là cái lượng lũ rất là lớn từ thượng nguồn đổ về
dưới xuôi trong cái khoảng thời gian mà lũ lụt. 山水洞伫咧广平省，伫这个所在已经发现了400多座正特别的山洞，所以这个所在互人叫做山洞王国。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下半部天气变化3款，来看各县市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3度，上悬有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是28度。外岛的温度是20度至26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